貓咪變電腦紅娘，幫主人抱出異國戀。睇下嚟自北非摩洛哥嘅新郎哥謝爾博，前日一身中式禮服，4萬咁口就去接新娘，幾開心啊！其實佢娶到重慶美女黃柳青，真係全靠老婆隻貓 Nono 啦。話說前年黃柳青去澳洲留學，好寂寞啦，咁啊 email 叫朋友去 Skype 嗰度傾偈，點知 Nono 鬼咁多手喺 keyboard 亂咁搲，盲中中 send 咗個 email 俾謝爾博，錯有錯着喎，謝爾博又鬼咁主動出擊，雙方感情慢慢升溫。雖然婚前都未碰過面，連傾婚姻大事，雙方家長都係靠視像嚟傾。仲搞鬼到整咗呢個唐代婚禮出嚟。希望大家都能關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婚禮習俗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幸福。唐代啊，新娘呢不戴紅蓋頭，她用一把扇子遮住自己的臉，然後新娘呢需要出上句，新郎對出他的下句來，才能把扇子取下。哇，唔知鬼仔謝爾博係點過關㗎啦，但唔理得咁多啦，老婆就娶咗返去，仲會去非洲度蜜月添啊！